其中有2例确诊的病例，是迄位埃及爸爸的阿兄甲表兄，因2个人伫今年8月初来到台湾，检疫期间采检拢是阴性，解除隔离了后，有去过北部甲中部。 这2起境外移入个案的疫调还在持续进行当中，足迹如果有到外县市，会通知当地的卫生局。至于个案活动地点的公布与否，会依据中央疫情中心的指引来处理。后来这2件境外杀入的个案去过真侪所在，包括基隆、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甲南投，拢有因的卡者。 2个人伫8月初时入境台湾了后，住到伫新北市，检疫期间采检拢是阴性。8月19解除隔离，幼稚园爆发到群聚感染了后，因再度防抗烈居家隔离，采检了后煞转做阳性确诊。这个 CT 值也就是病毒的数值，分别是36.6甲34.6，这表示讲为着病毒已经一段时间了。 因为因2个人去过北台湾甲中台湾，嘛，互真侪人担心讲，这波的疫情是毋是会为湘北市拖落中部？